咱若是观众朋友啊，今仔想要去进香的时阵啊，头起先有啥物几点爱注意的无？哦，爱注意的，比如讲各间宫庙伊的传统。可能较无共款，咱来讲大家嘛，伊就可能有起码完了后，伊就袂当食草的啊啦吼，就爱食菜。伊伫甲伊徒步去甲即个新港奉天宫拜祖了后。吼，这个祭典大公祭典结束了后，伊才有开车。吼，啊，咱若是白沙屯妈祖婆嘛是共款。哦，这个伫咧进香当中，伊敢若这个放头旗了后，伊就开始就无用这个无用车的啊。哦，对。那若是咱这个南庙宫咧，南庙宫的部分中华妈祖，咱来讲目前中部三大妈祖啦吼。南庙宫的话咧，伊是伫咧农历10月15祭天台，吼，这当中吼啊。确定日子了后，伫咧妈祖婆要来去进香的前3天，伊共款搁递一遍天台，吼，迄当阵开始就无食草，爱食素，所以阮中华素食店真济，拢非常好食。过来咧，伫咧妈祖婆出门要出门之前，阮会起王炉。好，阮会去王炉，就是即个香搭，即个香炉。哦，阮叫做起王炉。起王炉了后，咱南庙宫的进香的即个香团，就拢开始拢食草咯。对，但是伫即个进香当中咧，即个草啦、素的部分爱去注意住啊。过来吼，咱所知影的是进香爱炸啥？爱炸进香旗。这个进香旗咧非常的特殊。这个进香旗咧，伊通常官顶会写着这间宫庙倒一间宫庙，倒一尊神明，然后咧，你就会当来去这个挂着这个主神的这个平安符了后，挂着平安符，当着圣母的印感了后，这支你要缀妈祖出门的时阵。你爱摆好了后，摕3张香，甲圣母讲啊，妈祖婆，我叫做陈俊达，啊，我要跟随你往本港进香归港，吼，啊，麻烦你来保庇着我这边的活动会当顺利圆满成功了后，来烧着香来甲插落，烧着香炉烧3日，这妈祖婆咧，在五行当中是这个灵旗关顶。就会来派着一名兵将来甲你护持，互你一路平安顺遂。当然啦吼，这香旗真重要哦吼。咱来入去便所啦吼，都莫甲插入去。你总袂当你去便所的时阵，有人看你咧便所，安尼可能较失礼啦吼。对，所以这个香旗等于了后，共款咱进香结束了后，吼，咱共款等来甲咱的主要的庙了后，共款来甲妈祖婆禀讲，妈祖婆现主是我随你进香已经圆满成功咯，吼，我现主是兵将来派行李，吼，共款个顺时钟，个绕3圈，这个香旗咧，咱就会当炸等于厝的，甲放喺厝的清净的所在。有的人若是无这个神明厅，比如讲你电视柜啊关顶啦，还是清净的所在，拢可以来甲安置，安尼就可以咯。抑佫有一点吼，我唔知嘉豪哥哥还是阮老师会做这样代志无？对，要进香之前，恁会靠军无？伫厝里啦，哈，伫厝的靠军。那伫咧厝的靠军吼，有的人像阮老师若研究山顶这个上帝讲的信仰，伊有的是传肉酒。有的咧，若是咱中部有的人是传这个便菜饭，有饭、白饭啦、汤啦、菜啦，上重要爱有啥？爱有烧酒。爱有这个烧酒，而且我若像我咧靠军靠将的时阵我若烧酒倒落吼，迄规个心情都拢好起来，敢若平马吼，规个拢食甲足欢喜的迄个感觉安尼啦。嘿，所以这个靠军最重要。那靠军关伫咧靠军当中拢会穿着这个金纸。这叫做神甲马，有的叫做神马，有的叫做甲马。关顶咧，都有这个马的这个。马这个图样，还是有这个骑马，有这个将军等等的物件，来画这个来当做这个这个兵将的这个所费，还是这个装备安尼啦，是的。